位於港島南區赤柱市中心嘅上進坊，係房屋局撥款支持香港仔坊會營運嘅過渡性房屋，毗鄰低密度住宅區，環境寧靜，風景優美，更附設休憩園圃及社區共用康體設施，適合有需要嘅單人或家庭申請租住。樓高3層嘅上進坊，單位面積由166平方尺至最大嘅480平方尺面積不等，具備多種不同間隔，每間附設獨立廁所、浴室、煮食空間及採光窗戶，生活家電亦一應俱全。呢度交通都好方便啊，返學返工都冇問題。喺呢度去超級市場同埋去街市都好方便嘅，好多選擇嘅。喺呢度我哋樂意參與管理，自己地方梗係自己睇住啦。呢度有好多設施，佢哋喺呢度搞好多活動，我喺呢度住得好開心。呢對鄰里關係好好，大家都互相幫忙，互相照顧。香港仔坊會作為營運機構，除咗管理及維護工作之外，更積極聯繫區內不同團體，籌辦社區共融活動或關愛探訪，建構一個和諧友善嘅社區。上進坊現正開始接受申請，入住許可費水平由2515蚊至6695蚊不等。查詢及索取申請表格可以參考下列途徑。